小姑娘，一点是一点。行，咱入去。卢春枝，稍等下，我想我家己入去就用的。袂用伊啦，万一你若入去，因要搁害你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你放心，迄个姚都已经走啊。我想因已经无我的法度。好，你对陈天水用情遐尼深，我看你也是无法度将放伊。对啦，拄爱陈公主，我惊遐昏倒的，大概摇头有调的，我会叫着咱啊。所以吼，我感觉吼，迄陈公主毋是你想遐尔负心啦，啊无你家己去内底摸摸清楚啦吼。对，就是这个情，就是这个情形。嘿，我看吼，这代志上好啊，是爱甲摸清楚较好啦，较免吼你安尼错伤着好人。对，安尼哦，你即摆就赶紧入去吼，啊若有啥物代志哦，你就大声甲我，我马上冲你来救的啦。多谢各位的帮忙，恁对小玉关怀，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内。水啊，天水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我想吼，一定是叫迄个查某鬼煞着。袂用的，明仔载我等下请一个道士吼，来较严严的才会用。哎，紧来，去泡一桶较烧的水来。天水啊，大夫人，我来啊。啊，你骹手搁真紧安怎吼？安尼要落较烧水。小玉，我甲你讲，你不是我害死的，不是我，是，我连拄则迄道士，我是伊请的，你跟我无关系，你若要追我，莫追我，我现在去替你算账，先摕这个符信。我对不起你。陈天水，我一定因为你毋是一个无情无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害我？不是，我真正唔知影，因为药内底有毒。就算我要害你，我嘛不可能将我家己的姑娘害死。是。哪里讲？你并不是存心要害我。是。啊，不过，我永远是对不起你。我当初并无将我已经娶某的代志甲你讲，我错啊。这一切拢是命，拢是命。我来走。无，小玉，你莫走。若是你真正要走，我请你将我斗阵带走，好吗？天水啊，人甲鬼是无共的。你若应该甲我斗阵走，为着来弥补我的过错，我情愿以死谢罪。不应该。天水啊，假使你若爱我，你就要好好珍惜你家己，唔通轻易放弃。你唔知影，风泉路上实在是足寂寞、足凄凉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要甲你做伙。不应该。不应该，天水啊，不应该，你老放过，不应该，我死，来人啊，给来人啊，不应该。贵啊！贵啊！你这个贱人啊！真是，但又怪阮人，迄已经准多煞。想不到，你这摆已经死啊，可不会放阮人煞。你这查某，现在你做嘛？看你拼！
这哦，哼，好，才看我明仔载安怎对付。圣经，多谢圣经为小玉所做一切。哎，来，起来，小玉啊，你心肠好，人善良，非像我知。只是这一切经过拢是因果造成。如今你有放这张天水一条生路，对你以后有大大的帮助。小玉担当袂起。唔通遐尼客气。你以后静静啊等候时机，会像我找人参详，互你早日投胎转世啊。是。还有爱记，口中时常念阿弥陀佛。希望你来世时阵会当做着好人家，通啊投胎。去吧。哦。遐创啥货？想要偷开门，一定是贼。嘿，无啦，嘿啊，我唔是贼啦，我是去内面吼找一个人啦，唔是，要找一个鬼啦哈。你是你后白讲啥货？想过可以啊？你拢甲我等去家门一抓，将我讲互清楚。无咯，册呀，阮真是有重要代志爱入去，因为这项代志是关系一个鬼。哎，对，关系到一个鬼。啊，这个鬼吼，伊本来唔是鬼啦，啊，就叫内面遮吼，甲害做变做鬼，啊，伊叫变做鬼了吼，佮来遮要找这人报仇，要甲这人也拢变做鬼，啊，这样吼，这鬼就要。莫佮讲啊，将人甲我压上去。无啦，车啊，我讲吼，这个鬼就喺内面啦，人面遐村里头拢变做鬼啊。哼，这声我要看你阁有啥物把戏通变。我要爱你住在这个古井内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好起来呀！莫对我激到要死唔过。夫人，我实在是感觉良心不安。安尼过日子，我真是生不如死。你让我死好无？莫阁戆啊啦！你假是讲你死了后？对影甲彭小玉形影不离实，你莫伫遐咧笑想啦！我要互你知影，反背我的结果是啥物？我不但要甲彭小玉毒死，而且我要阁爱伊永世不得超生。原来这一切拢是你设计的，你设计我亲手害死小玉。对啊，我即摆互你知影，嘛无啥物要紧。看你后摆敢敢搁伫咧外面乌白来。假使讲你若伫咧外面找一个，我就杀一个；你若是咧外面找一对，我就杀一双。你好龙道，真是天下最大好人心。我今仔日非杀你不可！你放我！
成就，我才是阮后头厝甲你斗相共的呢。你肯陪我卖讲，你竟然是敢小想要治我的性命？你明明就是精神，你精神！你这贱人，你安尼做，你一定报应。所以若是知影事情，你绝对会放你煞。算我帮手就知影，伊即马敢有法度我信？哼！因为伊即马已经叫我用符啊甲锁掉，伊即马嘛已经永世不得超生啊！哦，你真弄唔到。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有目睭。你的报应马上就会来啊！恁祖嘛才无咧信你迄套。啥货啊？有贼啊！无唔对，是一个查某会干来回收，即马已经压一大了，有人敢是要去指认一个？原来是因啊！有人甲因有熟悉？哎呦，算在代志是安尼啦。迄两个花生吼，甲迄个查某囡仔，本来就是强盗甲土匪啊。因为顶摆阮相公有失踪去嘛，我嘛有去备案啊。我是想讲，阮相公就平安倒转来，代志就准拄煞嘛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对，后来吼，伊妈妈过来阮家，讲要甲我提钱呢。即摆吼可能是想讲，阮人已经平安无代志啊，伊才要过来敲伊。真正是可恶土匪啊！安尼阮知影，阮即马随时登去禀报关老爷，告辞。小等下啦，小等下。这是这哦是这个意思啦，互你明白啦。我知影吼，你安尼真爱护百姓吼，真辛苦，真使人尊重哦。咱小妇女，袂啦，唔免客气啦。对啦，我是想讲吼，遐个土匪啊吼，遐尔无人性，对唔对？规日你就倒转去吼，甲恁大人讲，甲治疗死罪，以免吼佫危害人间，安尼你讲对唔对？是啦，小月即马登去，就禀报大人，将因重办，告辞。顺行啊，有闲再来泡茶啦吼。甲我放开！你甲我放开啊！安怎？我都要吼。来，我给你饲饭。我袂要。哎呦，相公啊，你哪会用讲你袂枵啦？你毋着爱互食较饱的，毋则较有气力吼，好去外面找查某。我安怎？我天顺，我已经算讲对你有够好安尼。你去外面风流，还我伫咧厝里做闲车良妙。你想要害我？我搁送饭来要互你食。无啊，伫我天顺，我问你一个，你的良心是不是叫狗无行啊？好啊啦，甲过去就过去了啊。人咧讲以后夫妻是白世恩啦，就算讲是我顶世人欠你。来啦，加点仔食一束啊，哈。那呢？你先甲狗放开。袂用紧，我要爱你今仔日暗时好好啊想一下。假使你若是想通啊，明仔载再来我面头前甲我下失礼，而且佫会写悔告书，甲我保证讲你以后拢会乖乖啊听我的话。我才会将你放。你免想，啥货啊？免想哦。好啊，若是安尼，你今仔暗时就家己一个好好啊反省一下，行。